那个旧的厨房它是没有建造、没有实照，所以说要全区检讨的时候，所以午餐厨房就随着新的建案而做拆除。在拆除重建期间，我们是用委外的团膳。我们现在很注重食安安全，那如果有我们自己的中央厨房，那我们可以由我们自己掌控食材，那当然对学生是最有保障的。而且这个中央厨房，它供应的不是只有这个学校，它是邻近很多的学校，那等于说把所有邻近的国小，他们食安由这边来把关，我想这是最好最棒的。每一个校，我相信应该要有这款的应题的部分，对囡仔食安的问题要重视啊。哦，有当时像所有这个问题、莱克多巴的问题，我希望讲每间校啊，那我这个厨房啊，会当建立非常好的食安问题。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李怡婷。校园食安一直都是台南市政府施政的重点之一，而营养午餐的把关也是重要的一环。除了团膳的选择以外，如果校园有中央厨房，对第一线的把关就能更为放心。台南市麻豆国小原厨房使用已超过40年，为要提升营养午餐的品质，将重建新的厨房。未来麻豆国小中央厨房将可提供除麻豆国小以外其他邻近小学约2000名学童的营养午餐，不仅减低了小校自办午餐的压力，也提升了营养午餐的品质。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教育局长怎么说吧。午餐厨房呢，那么台南市的自办比例相当高，大概有92%。可是因为台南市也有100多所，都是大概6班的学校，为了达到那个资源整合，所谓经济共享的概念，所以我们逐步到目前为止呢，如果以那个麻豆国小一起加入，总共有46校已经是中央厨房化，那可以供应的学校大概104所，哦，那这样的一个规模呢，大概已经涵盖了我们大概台南市呢280所的学校的40%。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其实我刚刚特别强调经济共享，它会有营养师的配置啊，所以呢，学生的午餐食材绝对是营养，然后有他们安全食安也有他们来控管。那相对来讲，那么吃的有品质，那吃的又健康，那这样的一个目标就可以达成。接下来的部分呢，我们当然也能够争取一些经费，所以6甲国小我们已经纳入在署里面的一个经费补助里面。事实上，我们从今年一直到111年，3年我们争取到1.2亿，所以分别的会给中央厨房化的学校，那么选定之后呢，来增设它的一个厨房，扩充它的一个设备，来支援邻近的一些小型学校。我们的辛苦能够服务，让其他小型学校呢能够吃到更好、更安全的一个食材。我想我们的辛苦应该是值得的。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1月19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针对中天电视新闻台换照无过，将要关台一事，台南市会国民党团挺身表达政治力介入、吞大言论自由的悲哀，因也强烈要求 NCC 下台，献予台湾民主自由。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上午发出动员令，每一位党籍议员头白可体民进党集权的报条啊，针对新闻台换照无过以后的上新民调，以超过75%民众认为政治力介入为后盾，强烈抗议蔡政府吞大言论自由，对民主倒退路的痛心，加之存一言堂的遗憾。75.6%有政治力介入。对于 NCC 决议中天不予换照就叫关台，彭文正讲的非常的清楚，麦克片啊什么没有关台，只是不予给予执照而已。各位看看这边，你认不认同？非常不认同 NCC 决议中天不予换照的，占了73.4%。民意清清楚楚的告诉执政党。你也未免太阿吧，你也未免太践踏人民对于自由、人权、民主的声音。强调媒体自由，我感觉言论自由，这嘛是咱台湾
会当强调到对对岸共产党无共款的所在，嘛是咱台湾引以为傲的价值价值核心。即摆互蔡英文总统立伫涂骹咧立，我感觉蔡英文对不起伫民进党过去为台湾拍拼遐热烈的前辈。陈水扁总统他在他的网络上写的一句，他说：“台湾没有病，一定是阿扁病了。”为什么这样说？他说：“曾几何时，台湾社会变成了民主不容许有不同的声音，民主不再是人人有言论的自由，民主不能包容意见，只剩下一言堂。民主是你做民，我帮你做主，我做得了主，你做不了主。”我想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是陈水扁的 lie 哈，我们很清楚看到，他对于这样子民主的一言堂，他觉得。如果说台湾没有病，那一定是我们在座所有人都生病了。会中议员林建洲嘛表达以服务处电话，被支持民众卡来表达不满，讲甲流目屎前景。同时，这位议员嘛纷纷认为，新闻自由甲言论自由已经被乌手介入，变成把汉做换贴的悲哀。会中书记长嘛呼吁民众将抗议的指头指向7位审查委员。议员蔡辉更希望民众去因厝内请安关心，共同发出 NCC 落台，献给台湾民主自由的心声。还给台湾民主自由 ！NCC 下台 ！NCC 下台！绿色恐怖下台！绿色恐怖下台！台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议员李宗翰表示，为了市民的健康，同时嘛拜托外界评论台南是上无爱运动的县市。伫个疫情的总之阵，除了公开邀请黄市长甲伊做伙做运动以外，上午伫个议会自由发言，嘛希望市政府比较大重视推动身体质量检测。对此，市长表示会伫个专门健检的项目来检讨增加的可行性。议员李宗翰因小总预算检讨仰卧起坐的效果，就是以棒式运动来代替，邀请市长做伙做运动，引起热调。上午伫自由发言，者嘛询问各局处长感受量测家己的身体质量组成，借出来了解包括基础代谢率、体质的比率等等，影响身体健康的因素数值。对此会中大约只有3成的局处长曾经测过，所以议员进一步提议市长敢是当比较台中启动质量分析的量测。台南市政府目前有30%的局处首长测过自己的 InBody， 知道自己可能大概消耗1800也好，消耗1300也好，对于自己身体的基础代谢率，对于自己的肌肉量、掌握量没有问题，对于自己的体脂率知道状况，但是市长特别提醒您是应该要去做这个测验，尤其在我们的卫生所里面，而且在预算里面额度不算高，但对于每一个长辈掌握自己的身体状况有非常好的功能。而且我们现在所做的全民健检，在6都里面，从过去的累积的资料量跟现在我们的普及率都是6都里面最好的。是没有问题。那当然，如果将来要不要增加这一项，比起其他地方只是摆一个机器摆在里办公处或摆在一个卫生所。我们是直接下乡去做健检。本身农内健身的议员李宗翰以家己对体适能的了解，伫自由发言，借此希望市民拢会当认识家己身体组成的分析，特别是致力的加强对老大人健康的重要性，参像上了一节营养课。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议员王金德伫个自由发言指出，已经被列为国家级的山海巡猎岛，其实阁有真侪市民拢也唔知影，所以要求市府爱印岛南手册来做宣传以外，嘛应该结合安南区各级学校推动亲水教育。会当对四侧行到乌山头，甚至营建署嘛拍算要延伸到玉山的山海巡猎岛。议员王金德表示，这样水的环境加上周边大庙的历史文化景点等等相当丰富。议员希望观光旅局一定要编印相关的资讯手册来到宣传，进一步带动地方发展。这个山海建绿道吼，这么已经列为国家级的哦。唔是咱台南市的级数了吼，营建署嘛有意向吼，要将伊延伸到玉山，
即马有咧规划啦吼。所以未来咱即个山海圳绿道伫咱台南市算一个起头，见伫咱全台湾吼嘛真有名吼，大家对即个绿道嘛真有兴趣，拢会来想要行看卖吼，骑脚车也好，步行也好，咱对四侧遮一直行到乌山头遮，沿路这条绿道已经完成，所以本小时也就建议讲，咱观光局吼爱对宣传啦、宣传。咱即马是咧，今年其实阮一定有做一寡工课啊。阮和长隆大学有合作吼，阮要伫咧台湾的这 EMBA 来上这个山海圳的一个，特别是用山海圳作为一个台湾的一个岛内的一个挑战因为是台湾即马唯一一个纵轴177公里的一个绿道它其实在台南整个境内有相当多元的一个生态跟一个历史的一个环境所以，阮其实伫咧明年阮嘛是要来策动这个永续观光的这个代志嘛会把这个山海圳的绿道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政策来作为我们推动的一个方向。另外，希望往今朝嘛进一步希望伫安南桥到滨海桥之间的山海圳国家级绿道来推动独木舟等亲水教育的学习，甚至定期甲周边学校合作进行水域安全宣导。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全台西来安主事长官文业的五福大地，伫日前庙方得到五福大地指示，制作防疫的檀香酒精800罐，提供予民众免费索取，希望会当为防治疫情尽一份心力。北区区长李煌新特别到场感谢庙方协助市府抗疫。疫情期间，真侪注重卫生健康的民众，拢会伫身躯顶扎一罐消毒酒精，用来防范病毒。不过详细一看这个牌子，哪会有生命的图片伫顶面？原来这是因为西来安的五福大地伫日前特别降至指示制作，所以庙方向统一公司联系，特制一批檀香酒精，要来免费发送给市民大众，协助大家对抗疫情。世界各国呢，这个疫情呢。已经过来非常的严重。这个咱西来安呢，因为个想讲这个秋冬这疫情严重呢，咱来过来一个准备。因为经过咱这个主管的指示，甲咱土地咱科经理呢，这个来研发一个这个檀香防疫酒精。因为这个咱这个西来安五福大地是咱这个管理的这个瘟疫，所以这个疫情呢，因为已经渐渐开始，世界各国咧，咱进入的这个所以咱本庙关心就讲这个疫情咧，所以呢，阮本庙咧一个这个，阮五福大地，这个伊的职责就是这个管理这个瘟疫呢。五福大地另外称号嘛，叫做稳步主宰，这会被少信众相信。这檀香酒精，伫经过生命加持了后，更加有成效，希望会当防止疫情的扩散。我们信奉的那个五福大帝本身，它就是瘟疫的那个之神它提供我们这种酒精，对我们信众来讲是有那种安定民心，然后也可以达到防疫的效果。酒精，咱会当清洗嘛，会当喷咱这个空间因为重点咱开发这个檀香内底会当安定咱的心灵互咱心会当安静重点嘛是经过咱五福大地会加持了迄个生效会搁比一般搁会好，因为宗教信仰就是要安定咱的人心嘛，搁有咱五福大地帮咱加持了，我相信这个效果会愈好。北区区长李鸿兴嘛特别来到现场致意，并颁发感谢状。曾经咱西来安嘛捌做着咱的防疫箱包互咱的民众来索取啦，所以咱西来安咱的主神咱的五福大地嘛慈悲为怀所以拢会提供着一寡互咱遮的众信众咱的众朋友会使来索取来做一个这个防疫的工作。这800罐檀香防疫酒精，庙方为即马开始，每天早时7点到暗时7点开放予民众免费索取，但因为数量有限，呼吁民众会当尽早来摕。做伙来做好自身防疫的工作。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
让我们和旅行达人面对面，聆听他的所见所闻，同时选择一本好书，陪伴每一趟精彩的旅程。就让我们跟着旅行达人的脚步，一起走入阅读森林吧！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稻草人现代舞团年度的作品《潮》，11月21号到22号，将伫台港文化中心登场。艺术总监罗文静为文学当中找找灵感，并且将生活当中的各种观察甲体验，用入舞蹈内面。透过报道，抢先带大家来欣赏。稻草人现代舞团2020年专程创作是由艺术总监罗文静将文学作家卡卡夫的创作《地洞》以及杜斯妥也夫斯基《地下室手记》这2本经典文学，融入伫咧舞蹈当中，透过舞者的肢体语言，让观众深刻感受到手所要传达的意涵。《地下室手记》在100多年前杜斯妥也夫斯基写的，只是对照到100年之后，我们现代人其实。只是在那个时期，大家有些人的确是觉得跟社会无法融入社会，所以他决定把自己关在家里面，然后用书写日记来抒发自己的感受。那回应到现代的话呢，那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是这个状态，只是因为现在3C 非常的发达，所以大家都躲在电脑后面，而其实大家都是躲在这个小小的框框里的地下室，就大家的心已经缩成像一个小的地下室。在眼睛前面，每天都是这样子的。那只是他呢，呈现出来的是一个非常焦虑的状态，在他的世界里面。这场演出的另外一个亮点，就是稻草人舞团特别邀请来自台中的虎尾流乐古乐团，为舞蹈创作共同来发想。这一次呢，不仅仅是我们舞蹈的一个专精的表现，我们邀请了来自台中的古乐团，他们是以这个经典巴洛克的一个乐曲呢来去做演奏的这样子的一个古乐团，虎尾流乐的乐团来跟我们一起合作。稻草人现代舞团年度舞作秀，11月21、22将伫咧台港文化中心上演，欢迎对着舞蹈创作有兴趣的朋友，会当买票入场观赏。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配合第17届昆西农平安夜祭，由南昆新大天府主办，和永都艺术馆协办，邀请北门区在地女北艺术家洪元义、吴德和、甲王志文举办游子3人展，有油画、石雕甲雕塑，欢迎民众前往南昆新大天府的昆艺文化艺术馆去参观。南昆新大天府总干事何贤训表示。庙方本持着有形甲无形的文化资产，长期推动宗教文化的发展。这届配合今年的昆新王平安夜祭，特别举办梦回声音、女北游子的3个人的展览。展览的拢是北门在地，为伫南昆新庙前的鹅寮庄，意义非凡。高家的刚刚满清头亲呐，连作品的亲，因为呢，这3个拢总是北门头人。好在拢是鹅寮人，袂使讲伫咱遮土生土长，出外去发展，实际上因的作品就迄人拢都是地方的，不管农作物也好啦，鱼也好啦，卖物也好，你来看，拢投入南昆新的地方，所以讲这真正是土生土长。这4、5年来对故乡的这个思念啊，怀念就对啊，一笔拢甲讲袂出嘴，毋过拢画伫这画面，互大家感受着，互咱大家共同的回忆，甲咱这年代，互囡仔后世拢毋知讲咱以前这祖先甲这咱的长辈，这开垦的辛苦，
伊咧画面中间，你慢慢去收，我从年代的时阵吼，即个故事，甲伊大家共同的回忆，咱记录起来。这一次我们很感谢我们李国电信老师，还有阿亮兄这样的一个安排策划，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回到我们唐昆生这边的一个展示。当然这是我们唐昆生这边的一个安排，还有我们永都基金会的一个赞助，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场景的一个展出。我觉得可以在这个南昆生这边，大家在参与项目庙宇活动的时候，可以顺便来参观，然后看到一些雕塑作品、油画作品或是石雕作品，让与会的参会者可以了解到艺术创作的一些背后的意涵跟内容。3位艺术家洪元义加以做画，展出有油画加印样的雕刻。吴德和专门做石雕，而王志文展出的有木雕加雕塑等。3个人曾经伫台湾各地来展览过，不过这届透过庙方的安排，3位共装做伙回来故乡来展览，会用讲是特别有意义。伫开幕大会，3位艺术家嘛分别捐赠作品给庙方，加协办的单位财团法人好永都艺术馆的董事长何博明。这届的展览对今仔起一直展到11月29，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会用踊跃前往参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一间专属于鸟仔的旅馆，伫2年半前成立以后，不只提供上界顶级的宠物服务，佮陆续开发医化全记录，要互主人更加安心。希望会当为台南的旗舰店出发，向全国连锁来迈进。人需要养生，猫仔其实嘛同款。当主人不得已需要互家己的猫仔来住旅馆，一定会烦恼，敢会食，敢会困。毋过伫遮都要有营养管理，有安排健康检查项目，也佫有立体式的空间设计，其实拢是徛伫猫仔的习性来设想，嘛互宠物主人相当安心。会把猫送来这边，是因为我其实工作需要的关系，其实是蛮常出差的。那出差的过程中，就是猫咪其实在家是蛮孤单，也没有人照顾，对，所以后来来这边看了一下这里的环境，就是觉得很不错，所以就是决定就是会后来出差就一直长期都会把猫送过来。对，那这边其实蛮好的，就是出差就算是1个月也可以，就是也可以来这边住。对，那这边的保姆其实也都蛮定时回报，就是猫咪的所有状况，所以住起来算蛮安心的，然后也很放心。当然，为了让主人安心，业者除了随时有远端监控的影片，当提供给人客，也搁要一步一步朝向照护全记录的数位化来达成服务。做到现在，我们已经朝异化前进了。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会透过系统、透过手机，让主人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了解，而不在于仅仅是一个在赖上面的一个回报。要让每一位人客宝贝猫仔，甚至是20万起跳卡顶级的品种有上好的服务，业者也推出到厝内专车接送，用服务品质等附加价值来做市场的区别。嘛，希望对台南旗舰店出发，向全国连锁迈进。台南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11月19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